善哉须菩提，如如说如来三护念珠菩萨，三护诸菩萨，如金地金刚慧如所三三地人华鸟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诸如是相互即心，唯然世尊言要与我佛告须菩提，诸菩萨如是相互其心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软身，若暖身，若湿身，若化身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相，若无相，若非有相，若非无相，我皆令入于涅槃而灭度之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遍。是无众生的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、其非菩萨。我知须菩提，菩萨以法应无所住，行亦不是所谓不住色，不是不住身相，为诸法不是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此，不是不住于相，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，不是其故得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于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，佛不也世尊？须菩提，南西北方是为上下虚空可思量，佛不也世尊？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，不是不得已无如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须菩提，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？我不也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，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为身相。我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，当具生死心。佛告须菩提，莫作是说，如来灭后500岁，有持戒修护者，以此当即能生信心，以此为是当知世人，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世、五佛、二众三根，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闻是常具乃至一天生尽心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